我們村莊周邊也逐漸發展壯大起來了。我們大隊在黨支部書記靳克叔和大隊隊長建照叔的帶領下，重建了一座完善的學校，設有小學、初中和高中，極大地提高了農村青少年的文化水平。我們大隊建設有造紙廠、石灰石塘和農業機械維修站，完善的醫療站，物資豐富的供銷站，管理金融的信用社，為村民們提供了貼心的服務和生活保障。村前有完善的陳坑水庫供水，水渠中橫在廣寬的田野之間，與老天爺互相合作灌溉農田，確保了水稻和農作物的連年豐收。塘正公路連接着各地的交通系統，極大地方便人們的工作和生活。離我們村子不遠有一規模宏大的社辦企業白沙水泥廠，這是我們白沙鎮工業的重要組成部分。